出你的手機。開 YouTube，開 YouTube，有不应该看的东西。快點 search DJ 殷我莹莹看吴淡如的，你有没有教我赚钱？ ，search DJ 殷莹莹，快點快點快點。那这边呢，我也有很多的一些伙伴在场。查无此人啊，查无此人。喂，怎麼可以？你給我查你如果給我抓到你沒有什麼，你就完蛋。查無此人。一些highlight football。LIGC 啊！好啦，睇你都幾正經啦，成日睇下啲足球嘢。唔得㗎，你一定要 search 我 DJ 殷，然之後 HILIGHTER，咁樣噶嘛。係啦，出嚟啦。OK，subscribe 咗未？呢個係。就歡迎大家來到。所以頭先你冇 subscribe。我 subscribe 咗另一個 DJ 殷，原來呢個 DJ 殷唔係你嚟嘅，呢個 DJ 殷呢個唔係邊個嚟嘅？係我啊！快啲幫我呼籲400個人。係冇錯啦，咁啊希望有400個朋友咧，就一齊 subscribe 阿殷嘅呢一個 DJ 殷 highlighter 嘅 YouTube channel。冇良心啊！前同事都唔 subscribe。係 subscribe 呢個 DJ 殷嚟嘅。subscribe 佢，但係你要 subscribe 我。